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蠔涌山頂、蠔涌半山區嘅常複式單位啦，有晒私家樓梯上嚟，3樓、2、3樓複式1400尺，唔使同人共用樓梯噶啦，自己一條樓梯私家樓梯上嚟，左右都冇屋黐住嘅獨立屋常複式，天台安裝有太陽能板啦。仲要佢個面積係超過一半嘅，超過一半。行出去路口可以有村巴啦，今日大概1分鐘左右行到出去。非常方便，不過就要夾一夾村巴個時間，因為村巴個時間稍為會疏落少少，係啦，所以大家朋友要將就下，係啦，村巴嗰個班次個時間，係啦，有興趣嘅就盡快聯絡我啦。呢度係蠔涌半山區啦，蠔涌山頂，樓下可以做到充電車位。單位就常複式1400尺，3上電，4房，其中一個套房。有興趣嘅就盡快聯絡我啦。多謝你收看我呢個頻道。